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月初2，以赛亚书33章20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施恩予阮，阮听候你。求你逐早起做阮的手，拄着患难的时，做阮的拯救。三甲来祈祷，患难时做阮拯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显出威严甲公义的全能上帝，万物拢降服伫你的脚下。主啊，你也是将恩典赏赐予阮世间人，也是落你的疼痛伫地上万类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你的目睭逐时逐刻压落伫观看，你也耳耳孔伫听阮的呼求的声。主啊，阮伫患难中，你救拔阮；阮哀求的时，你耳耳孔来听。主啊，求你施恩予阮，因为阮听候你。主啊，求你伫逐早起做阮的手，求你伸出你大能的手来救拔阮，因为伫患难的时，你要做阮的拯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伊伫逐早起要做咱的手，伫患难中做咱的拯救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